各位好，我係梁老師。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呢係周易解卦上爻嘅義理，亦都係本人嘅名號。曾經有唔少人呢問我公準呢個名點解呢？如果只係查字典可以知道準係鷹嘅一類，但係人冇可能用鳥類嚟命名嘅，所以一定有心意。更有趣呢係 YouTube 嘅系統將公準翻譯做 Public Falcon 咁就更加遠離本意啦。現在呢我哋略述之公準表面嘅義理呢係秉王命以除天下之害。公準嘅意義係深嘅，唔易理解。佢嘅典故源自周易解卦上六爻嘅爻辭，佢話公用射準於高用之上，獲之無不利。用即係高牆。呢個號係08年咧呂純陽祖師機賜俾我用嘅。要明白呢個公準嘅義理，首先要知道解卦、剪卦、津卦、困卦、臨卦、遂卦、小過卦、既濟卦以上8卦嘅關係同大略嘅卦意。津呢就係困難閉塞嘅開始，係解嘅上下卦旁通。困難閉塞係形而上嘅狀態。如果例如諗唔通、艱難困苦、險阻、難題等等津就係一切困難嘅開始狀態。而呢個剪係困難閉塞嘅中段，係最艱辛嘅。佢就係解卦嘅浮卦，即係解嘅倒轉咗，將解倒轉咗呢就係剪卦啦。所以解就係破開剪困閉塞嘅局面啦。所以呢雜卦傳話解緩也。困卦呢就係困難閉塞嘅尾段。臨卦上澤下川，澤川二水一齊咁高，就淹沒咗木象。木喺易裏邊代表人，所以呢個困就係唔係用人嘅時候啦。臨卦係黃道下濟，皇后呢個秉王命去四方救濟，去宣王命。遂卦呢係匯集聚合嘅意思。小過係大困阻，係過偏激。未濟呢係結束，亦都係新嘅開始。既濟就係成功，亦都係舊嘅弊端。咁解卦上六爻一動就會牽涉以上各卦，係易經呢，所以叫做易，因為佢變遷變化係易。咁所以呢，好多人都忘記咗易係一爻動會產生出好多嘅卦象，咁就係叫做易道之神奇，係千化多變嘅。
好，現在講講呢《易經》佢嘅大略內容。《易經》係儒家最高嘅經典。經嘅意思即係元帥嘅師，由上至下嘅，係比喻呢天地之間嘅大義。《易經》本身係冇字嘅書嚟嘅，全部都係卦符。卦符就係古聖人仰觀天地陰陽宇宙變化嘅模仿，即係仿佢嘅蛛絲馬跡啊！亦都係呢，《易經》本身係無象無文，無象無文，即係只可以意會。邊個可以意會啊？就係中華嘅古聖人啊！咁亦都係近於莊子所講嘅呢個智人。去到後期，周文王、周公、孔子原象繫辭，喺卦符旁邊加上咗扼要嘅文字，係令到本身唔可以意會嘅都可以觀文見義。咁周易因為伏羲、文王、孔子而成書，咁所以呢，呢個漢朝嘅漢書啊，佢話人耕三聖，勢力三古，用3位聖人3個古代嘅時期先至可以成一本書。道家嘅基民呢更加指示，佢話由伏羲氏去到軒轅皇帝嘅孫，共歷1萬年，其中呢出現過連山歸藏，再傳到孔子又2000幾年啦。由軒轅皇帝嘅孫去到孔子又2000多年，咁總共用咗12000年先至編成一部周易咋。我哋要信啊，點解啊？學術同埋書本有時仲未太準確觀察到未有文字之前嘅時代狀況啊。有得時候係神明嘅啟告咧，講出一啲咧人類科學學術講唔到嘅事物。我哋知道中國文化實在係唔止5000年啊。易本身係無文嘅，所以讀易經嘅竅門最高境界唔係用文字理解，而係意會啊，即係用心去呼天地宇宙之道。呢個呼我哋講過有根基嘅，有基礎嘅，就係誠敬信同專一啊。誠敬信嘅基礎係咩呢？一個字就係素，素即係清淨自然，無我無為，所以亦係通三教儒釋道無上嘅寶典嚟。國學大師章太炎講過話，易係儒家嘅密宗，因為密係唔可以言傳啟告嘅，所以解釋易經嘅人好多唔知道易點喺變易裏邊顯示而嚟呢，係好多都係沿襲前人嘅訓詁說話，又或者用術數五行去講易經，呢一種都係不入其室之舉啊！並未知道真正嘅易義，所以呢，我哋亦都要知道易本身亦都有太史大顯卦變化嘅，即係一爻動牽涉10幾個卦一齊喐動嘅，所以呢，呢個係道在帝室，係機密嚟，牽涉到窺測天機，所以古代唔係好多人會知道，呢啲叫守在帝室，道在帝王，百姓一用而不知。咁因為亦都係歷朝易鼎，江山轉移，好多都失傳咗啦。去到我哋呢個年代，只係得到古代易理嘅1/4左右。由孔子傳易俾一個籍籍無名嘅學生，係邊位呢？就係雙子木，叫做雙渠，喺《論語》都唔多出現嘅。咁就我哋就明白啦。學易同得到易理嘅人係唔需要文如子夏、武如子路、論如子貢、藝如子游，以上4言佢個學識文藝睿智何其高呢？
但係都得唔到孔夫子嘅益。總言之，學藝係要乜嘢呢？唔係要靠學識睿智記憶同埋你嘅學養啊，你嘅知名度啊，唔係術數幾高明啊咁樣，係要不專而專，不明而明。一個字就係心悟，正而得易道啊！好啦，現在我哋講講解卦嘅演化係點嚟得出呢個卦呢？解卦本身係臨卦變出嚟嘅，臨卦嘅兩爻向上行，入咗去呢個臨卦上卦嘅坤體入邊，咁呢，臨卦嘅第二爻先行入咗五位，就先化成津卦，所以解卦嘅卦辭話利西南，就係指入咗呢個坤體入邊，坤就代表西南。之後呢，臨卦嘅初爻再入第四位，就化成遂卦，即係咧一四爻互易。遂卦就係一個小過卦嘅牽動。呢個遂卦同小過都同蒙同埋移官卦有莫大嘅關係啊！呢個遂卦再變呢，就會佢嘅五爻翻去第二位，五爻翻去第二位，咁就會咧化成解卦啦。所以咧，我哋叫做二五換易，解卦就係咁得嚟啦。所以解卦嘅卦辭話其來復吉。遂卦同小過都係二陽爻嘅卦。咩叫二陽爻卦？就係六爻裏邊有四爻係陰，二爻係陽嘅。咁咧呢個遂卦嘅第四爻至到上爻係一個大坎象，即係放大咗嘅坎卦。大坎象喺唔同嘅層面有唔同嘅象徵嘅。大坎象喺事物咧係代表大困厄死傷，喺地咧代表大穴大動，喺人咧代表大道，喺物件咧代表喺呢個動物咧係代表大戶大家，即係大豬。如果喺禽鳥咧係代表大惡鳥。咁解卦所講嘅準就係取大鳥嘅意思啦。準係鷹嘅一類，係一種嘅鷙鳥嚟嘅。鷙鳥即係惡鳥，呢個係一個比喻嚟啊。比喻咩呢？君王旁邊嘅害神啊，例如呢啲叫做老油條嘅害神，例如蔡京、嚴嵩、和珅呢類嘅，喺皇上95665身邊嘅害神。呢一種嘅大準鳥係有四種嘅特性嘅，分別係流動、孤高、不受控，係惡害嘅。用四個字嚟形容佢，就係千字環空。咁我哋咧學易經講，亦都要知道，唔可以單憑文言文嘅譯文去理解嘅，係一世都學唔成易嚟嘅，唔可以學呢個直譯噶，因為易嚟係透過象爻意去講一啲佢隱喻嘅意思。好啦，以上所講嘅解卦上六爻嘅義理咧，裏邊話攻射準，功用射準講嘅攻射準，佢嘅意思即係咩呢？係即係扶正者擊潰對太平勢有害嘅事物，將千字環空呢四者殲滅，保江山之太平，王道嘅無礙。咁呢個殲用白話講，即係不忠不正嘅個喐嚟喐去嘅個心。字呢就係孤僻而惡嘅，環呢係唔受勸諫嘅，空即係有害於天下嘅。咁解除困厄，保王道大治，泯滅奸凶，就係解卦上六爻功用射準嘅初步意思啦。如果我哋有讀過尚書嘅盤庚篇，佢講過一句說話極之接近嘅，佢話乃有不吉不敵，顛越不公，則
暫遇奸鬼，我乃被寢滅之，無為欲。同上書同呢個解卦嘅上六爻嘅義理不無二致。表面嘅意思我哋亦都再講講。以下我繼續講講呢個爻象表面嘅意思。遂卦嘅上戶係一個大坎象，係一個準爻，化成解卦之後咧，五爻嚟到第二位就會化成一個戶離卦。離卦喺易裏邊代表眼，即係目，係代表瞄準。咁呢個弓咧瞄準咗呢個準鳥，準呢個大坎象就即時消失咗。咁咧喺離卦易經裏邊咧係代表係始，喺器物係代表始嘅，即係利戰。始之前一定有物噶，嗰個就係弓啦。咁咧所以離卦咧嘅前邊咁啱亦都係一個戶坎象，坎掛喺器物係代表弓，弓矢交用就可以射物啦。而呢個戶坎嘅陽爻剛剛就落喺九四呢個宮後位，咁上卦嘅震卦呢，呢個解卦嘅上卦係震，震卦喺人物就係代表宮後。而咁啱先呢，呢個爻就係由臨卦嘅初爻而變成嘅。臨卦本身亦都係一個大震象，大震卦亦都係代表後。咁我哋成本易經熟讀之後就會知道各象代表嘅象徵意義係乜嘢。而呢個解卦上六爻辭講話功用射準，佢所知嘅功就係指九四爻呢個震象嘅爻啦。好啦，現在講講遂卦未變成解卦之前呢，有一個戶巽嘅象，巽係代表高，巽嘅下邊有一個戶艮嘅象，係巽係代表長，係代表成缺，係代表爪同埋手嘅。如果合拼咗一個大坎準嘅鳥象，呢個準鳥就居喺巽同艮之上，所以咧呢個卦辭就叫於高庸之上，庸就係城牆啦。功用射準於高庸之上。如果我哋用白話去直解嘅話呢，就係輔助天子嘅宮後，執弓矢為天下除害，射低咗呢個惡鳥。咁呢，弓矢引申就作為軍事討平叛逆同盜匪。所以孔子佢嘅象辭解釋話：功用射準，以解背也。解背就係大坎象呢個困咗呢個惡鳥，呢個惡神消失咗啦。以上呢個象一般嘅書籍難以理解啊。好啦，我哋再講講，再推論一啲啦。剪卦如果係困難閉塞嘅話，咁解卦就倒轉咗剪卦，所以將剪倒譯咗就係化解咗困難閉塞嘅意思啦。再深論一層嘅話呢，我哋再層層遞進。準係鷹嘅一種，係一種嘅鷙鳥。鷙鳥係有三種嘅特性嘅：一係不群，二係孤高，三係強猛。所以楚辭屈原都講過話：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呢個不群係用白話講，即係唔認同同唔和合人，不認同不和合。孤高則係自以為是，強猛即係有本事而哈哈霸霸，咁將佢整合咗，則係我執高慢，就係佛家講嘅我慢啦。呢個就係不群孤高強猛。咁上六爻嘅爻辭話功用射準，如果用佛意去解釋深一層嘅話呢，就係吹滅嗰啲令到我慢同埋咧我慢甚深嘅邪魔，破除咗世上嘅邪見，咁樣就係功用射準嘅意思啦。
咁我哋要問下，用乜嘢去破除我慢，去破除邪見啊？我哋只要睇睇卦符嘅變化就理解到啦。歲卦變成解卦之後，佢中間出現咗互坎互離，有離卦坎卦嘅象。坎係代表水，離係代表火。水喺易經裏邊係代表智慧嘅，火係代表文明嘅，水亦都代表德治，火亦都代表文化文章。咁即係話君子係用智慧、文章、教育去糾正不良嘅歪風邪氣。呢一種嘅義理啊，同佛家、道家嘅妙理不謀而合，簡直相通互融。我哋再深一層去理解，隼係善飛遊旋，飛嚟飛去嘅禽鳥嚟，係難以捕捉嘅。呢個亦都係一個比喻，比喻易理同天下嘅大道本身係難以掌握、難以明了嘅。咁功用射隼呢，係用坎嚟配合。坎嚟頭先我講過啦，係代表智同文智同能力，即係話用智同文共融去攻大道嘅奧妙。咁白話即係話用智與能為天下覓治理、除邪見啊！解卦佢上邊係震卦，係代表雷，雷係由上至下係直嘅。解卦嘅下卦係坎，係水，水係打橫嘅。咁一橫一直，同尊卦嘅比喻係一樣啦。係尊卦係君子以經綸，呢個經綸就係絲綢一橫一直，經綸就係天地之間嘅大義啦。所以咧呢個比喻真係君子要深研經典，啟古惑今，通達天地嘅大義，以開文之志，符運聖道啊！呢個就係解卦上六爻最深嘅意思啦。好，上爻一變，亦都會變成陽爻呢個解卦就會變成既濟卦下降成為既濟，即係王道之成，恭候剿滅天下之邪見，目的就係為咗要成就王道呢個非常之深嘅義理。我哋見到市面好多書籍呢，好多解易經唔透徹，或者淨係知道爻象表面嘅義理，係因為佢唔明白有一個大顯卦變法，有一個爻爻相扣嘅意思喺度。所以孔子亦都話易義係退藏於物，而秦始皇係因為就係唔明白易嘅義理原來咁深嘅，所以佢先至唔燒呢個易經啊。其實天下最唔明易嘅就係秦始皇我哋都要感謝秦王，因為佢冇焚易，所以我哋先至有易經學到喺世上流傳。好，孔子解釋呢個爻呢個解卦上六爻，佢話孔子話：君子藏氣於身，待事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豁，是以出而有獲，與成氣而動者也。孔子講嘅藏氣於身，就係指呢個坎離象呢個公矢，比喻君子藏住啲利器，就係咩呢？君子藏住睿智同才能係坎同離。孔子講嘅待事而動，即係平時唔喐，平素不動，就好似解卦嘅上震下坎雷同雨一樣。呢個震同坎係待事而動嘅，雷雨係一發就可以經蘇萬物，天地夾雜。所以呢個解卦嘅遁傳亦都話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夾雜。咁呢個離卦亦都係有納咗甲，係代表甲咁，所以呢易經裏邊包藏嘅嘢非常之多，經蘇萬物，萬物震動，天下嘅文字開啦咁嘅意思。動而不豁呢，孔子講嘅動而不豁，即係表示呢個公同矢坎離，公矢嘅技能係變化多端嘅，
呢個你身上邊有一啲嘅才能睿智，唔可以拘泥，唔可以守舊，要隨時變動多端嚟用嘅。即係比喻咩咧？智同能隨心所欲而用，不拘於形式，就係道家嘅變化啦。咁咧，易經嘅義理就係通儒道一個門徑啦。現今版本嘅易嘅周易，佢嘅斷詞、象詞、繫詞傳都同孔子有關係。所以如果我哋冇咗孔夫子對易嘅注解同整理先聖王之道就會淹沒無聞啦。所以孔子自己話述而好古，吾觀其德已矣。孔子讀亦都唯篇三絕。就我哋想明白孔子乃至儒家、道家及中華先聖賢嘅思想嘅泉源，一定要從易經入手學周易唔可以從術數入手噶。點解啊？呢個就正如咧《禮記》講話咧，失於賊就係貪心自己害翻自己。學易一定要由古聖先賢入手，否則貪魔一伏就會利己而忘記為天下。咁咧，我哋知道由呢個古聖賢亦都係由誠敬信素入手嘅，由誠敬信素慢慢培育出個人嘅品德心智咧，就可以入聖人之門啦。